美国甲伊朗4月11日要谈判，伊朗的领袖强调讲，绝对袂放弃荷姆兹海峡的管理权。日本三个关的宴会节，当年拢吸引真侪游客，所以造成当地困扰，所以按算今年要先停办。白沙屯妈祖进行活动，昨暗已经挂头旗，按算4月12日起价，今年有超过46万人参加。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今仔日甲国家主席、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会谈，双方就讲到九二共识，也咱的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若是摕这主权来做代价，安尼是无法度换到和平的，会继续和民主阵营的国家来维护台海稳定。正式会场场大讲九二共识反态度，暗过总统赖清德到台南强庙拜拜，也直接讲对中国市场有期台时代已经过去，面对中国威胁，无用分外来武力改变台海和平。到目前为止啊，咱嘛和民主阵营，包括美国啊、日本啊，包括欧洲啦、欧洲啦，大家拢徛做伙。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甲繁荣的必要元素，无用稳任何外来力量。用武力，或者是用威胁的手段改变台海民族。陆委会一直向郑丽文发声，爱当面向习近平准确传达两岸互不抵触。中华民国未来由台湾人民透过民主方式决定，中国马上停止用旗舰招待3点台湾主流名义，针对第7会内容甲两岸关系定义，陆委会也做出回应。郑主席坚持9·2共识，其实是在帮助中共意图消灭中华民国的背书，是将并吞毒药当成和平解药。郑主席所说的和平框架，实质上就是统一框架，用和平包装统一。所谓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实质上就是习近平所提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郑丽文和平之路去中国访问，中共找到议员在黄海是大射击。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认为，若无法度坚持台湾主权，这种见面恐吓伤害台湾。今天有7艘共机军机老台，有7艘共建老台，所以是不是请郑丽文跟他讲？请他们的这一些军舰、军机不要再来吵了。我想越紧张越需要沟通交流。议会批评，若对日本配合反独促统，会带予国际社会错误信息。若会是认为应针对第7会内容评论，暗过无希望政治猜测。记者综合报道。一年一届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是地方的大代志，今年有超过46万人报名，又个创新纪录。昨4月初9是已经挂头旗，代表讲这活动已经正式起鼓啊！白沙屯妈伫咧4月12就会登桥起驾，按算4月16就会到北港啊。伫咧过当天4月17就会伫朝天宫来进行挂会的仪式，也这个仪式也是规个活动当中上重要的流程，代表讲这妈祖的香火是继续来流传落去。完成了后，伫咧4月27天就会回宫，登去到庙里通宵。信徒会来迎接妈祖回銮安坐，伫咧5月初1的时就会来开炉，把这挂香摕倒来香火，拢放入去供天宫的香炉内底，也这也表示讲活动圆满煞果。信众虽然夜香虔诚拜拜，找到暗时11点外，庙方甲炉主将2公尺悬四角形的头旗请出来，挂伫庙口的龙条顶悬。旗仔顶面有绣襄阳甲天上圣母的字样，放头旗嘛算过今年的宗教大事。庙里通宵白沙屯供天宫妈祖请落南，用行的挂香的活动正式起鼓。今年总共有46万3588个香灯卡报名，比去年增加将近13万人，搁再一摆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没有走全程啊，就是妈祖送妈祖出去中就走多久就多久啊。回程的会再来接妈祖。希望这个今年这种活动大家互相来帮忙，互相扶持会当互这种活动会当圆满这个传统继续传承落去。白沙屯妈祖用行的南下分林北港朝天宫挂香，来回大约400公里，逐天拢吸引真侪信众。
对这个拿水红啊跑车的马祖乱桥走，今年预计12半暝登桥起驾，16到婚林北港，17透早进火，20回港安坐。因为甲大家伫南港马祖迎进部分日期会顶塔，有机会出现双马会。若婚林土库店永年拢是挂乡活动一定会经过的所在。公所今年整合社区店家设立13个服务站，提供乡镇卡休困甲洗身躯，提供一些完善的这个卫浴设备，还有接驳车，还有一些医护团队来妥善照顾我们这些香灯脚。交通部表示，八港7暝的挂乡行程，代替会加开160班区间快车，各天嘛会增加10班列车，来增加载运量，全力配合宗教活动带来的疏运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争造成物价大起，即马是连家电用品有估伫咧5、6月嘛有可能会起3%至5%。另外，塑胶袋的部分，经济部有协调来增加产量，上紧后礼拜就会等到市民通路。对国内爆发塑胶袋之乱，政府相关部门是积极透过各种措施来平稳市场塑胶袋的供给。结果台北市的生活百货店业者讲，那只底下救回状况有小可改善。耐热袋有4两、6两、半斤、1斤、2斤，厂商给他的货也只有半斤跟，所以他也只有办法给我半斤跟1斤啊。赶快用到塑胶袋的业者，还有做胖的业者，因为胖都要用塑胶袋去抵。业者讲，目前赶快是请人客家己准备袋，塑胶袋虽然叫有货，但即摆价销赶快是真贵。我们叫得到货，但是会有调涨，1斤可能就是贵个2到3块。为着平稳国内塑胶袋的供应，经济部已经协调中油提供5000吨的乙烯的原料给台塑，台塑则搁甲乙烯生产做塑胶粒，同款以塑胶的方式提供给国内制造塑胶袋的业者来产出塑胶塑胶袋，按照上紧后礼拜就当铺货到各市场通路。会生产12.5亿个1斤装的这个塑胶袋，这个数量是绝对足够。多家业者有不法囤货，也是黑白起价的行为。南北各地检署是持续查访五金行、生活百货和塑胶等油的包材工厂，发现大部分的通路拢无出现全面性囤货。部分品项采取滚动式分批到货，进货的时程也比以往稍有延长，但整体而言，各个通路仍然持续供货，并没有出现全面性断货的现象。虽然讲塑胶的相关供货是渐渐稳定，不过对物价冲击是持续出现。其中家电业是包括冰箱、冷气、洗衫机和电视等等，产品的外壳和运货包材拢爱用到塑胶。业者讲，若是原料的价格再有关，5月、6月家电无排除会调起。应该会调涨，那调涨的幅度的话，3到5%跑不了。尤其现在进来最近的塑胶材料调涨了差不多有10到20%。中东战争造成国内油价走高，引发连锁影响，佮包括航空业对4月开始是加收燃油的附加费，带动机票起和纸业包装材料、农业肥料原料拢变贵。毋但是企业的成本起哩，未来终端产品卖价调起，影响到的嘛是消费者的钱袋啊。记者综合报道。换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甲伊朗停火2礼拜，按算伫咧4月11要伫咧巴基斯坦来签和平协议。伫咧谈判之前，这伊朗的领袖穆吉塔巴伊就透过媒体发表上新的声明，伊强调讲，伊朗其实无要引起战争的意思。毋过，既然已经拍，安尼伊朗嘛袂放弃权利，亲像这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这是一定爱讨回来的，而且嘛按算讲要进一步来管理荷姆兹海峡，这个诉求敢有法度来达成，就要看因安怎谈判。双方即届派出来的代表嘛，拢是一列一列。先来看伊朗这边，伊是派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佮因的外交部长阿拉奇，因拢是川普亲身点名，要求以色列袂当甲卡着的人。也即个派出来的人嘛，互美国感受到伊朗的诚意。原本这美国的副总统范斯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所以无打算要去。那即马伊嘛改变心意啊，讲要亲身来出席，甲川普的竞赛库纳许，要代表美国去协商。伊朗的立场虽然讲伫咧战略方面是讲愿意较准则的，毋过因的态度嘛共款，无要落软。到底这场谈判敢会成，嘛引起各界关注。
伊朗新任最高精神领袖穆吉塔巴伫车稿透过个人媒体声明，强调伊朗要互侵略者付出代价，佮为了被甲牺牲的历史复仇，画下伊朗袂放弃权力，爱酷血邻国选择的立场，唔通互美国甲以色列被插会骗去。ما طالب جنگ نبوده و نیستیم ولی به هیچ وجه از حقوق حقی خود دست نمی‌کشیم و در این جهت همه جبهه مقاومت را به طور یکپارچه در نظر داریم. 声明指出，要将荷姆斯海峡管理提悬到新阶段。外界解读这是伊朗宣示对荷姆斯的主权，强行继续封锁，或者是加强控制这条全球能源命脉。促成美希能够停火关键国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发文宣告要主持和平谈判。这个介入调停，主要是为避免遭到西边邻国战火影响，引爆境内分裂势力的动乱，同时解决荷姆斯封锁造成的能源通破难题。 The Pakistanis are allies of the Americans, the Saudis, the Turks, and the Chinese. So I think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work with Pakistan. 专家分析，因为美希对协议内容依然无共款的意见，金海断定是不是达成实际共识？巴基斯坦是不是照调停来提悬区域地位，也充满变数。 美希和平谈判按算伫10月伫伊斯兰马巴德开始，当地会反对车稿开始已经全面升级。包括伊朗全国对前任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过身的70天哀悼期伫车稿期满，到现在来各大都市举办纪念仪式，真侪民众行到街路，让伊朗的国旗、也哈米尼甲穆吉塔巴的相片，伫谈判进程对外显示对精神领袖的支持。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 川普进前威胁讲要甲伊朗拍回去石器时代，这是引起美国民主党的批评。按算讲要提案来限制川普动用武力的权利，甚至阁拍算要甲川普解职。不过尾也是去共和党甲挡落来。 坐到伫国会东边的楼梯，几十个民主党的众议员轮流大骂川普，进前对伊朗提出来上尾一天的威胁。民主党批评川普已经失控而且无责任，要求国会随结束休会，通过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约束川普伫对伊朗发动任何进一步的攻击进程，必须要得到国会批准。 Our offices, all of our offices, have received hundreds of calls from concerned constituents demanding that Congress reconvene and address this threat through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and further action to rein in an out-of-control president. Threatening genocide is not a negotiating tactic. It is important that even though we were able to get this ceasefire, which I pray holds, that we hold this president accountable for what he threatened. Because threatening genocide is not just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it's against our federal law too. 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杰弗瑞斯，最高是希望把这项决议案以无人反对的方式，唔免表决直接通过。因为目前国会当时休会期间，议员大多数拢无伫华府，这摆的行动象征意义是比实际意义搁较大，嘛含暗算的同款。互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籍的主席驳回，白宫嘛替川普辩护，讲就是讲甲遮硬，才是促成伊朗同意停火的关键。除了限制动武的权利，民主党搁拍算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以精神问题，新任总统无责任甲川普解职，一寡保守派和川普的死忠迷众嘛支持这个做法。民主党进步派议员甚至是支持弹劾，但因为民主党伫国会并无多数的地位，只好暂时跪伫遐。参众两院民主党人嘛讲，后礼拜休会结束了后，会搁一摆推动战争权力决议案的投票，嘛呼吁共和党的议员出面，相信只要少数共和党人嘛来支持，就会当通过。 公视新闻施会中编译。罗西亚宣布，伫4月12号复活节的期间，会对乌克兰停火32点钟。另外，英国指控罗西亚一直上空上芳要迫害海底电缆，强调讲已经出动军队赶走罗西亚的军舰吗？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有不少的东正教的信徒，因为东正教4月12复活节就要到啊。 QD 唔认同进前发出指令，要求前线的部队对11下晡4点开始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伫社群平台回应，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要采取相同的行动，希望人民会当度过一个无威胁的节日，也呼吁罗西亚伫过完节慢慢恢复攻击。Ну а сейчас сроч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со ссылкой на Кремль. Решением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связи с приближающимся православн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Пасхи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перемирие с 16:00 11 апреля до исхода дня 12 апреля 2026 года. 虽然着地震数暂时冻点，不过北海却是有危机要醒来。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初九公开证实，英国甲挪威等等的盟友合作，伫过去1个月继续追踪真侪只罗西亚的藏水艦，包含一只阿库拉级的攻击藏水艦，也有2只属于罗西亚深海研究总局的特种藏水艦。英国指控这个船艦走来英国专属的经济水口，目标上可能是迫害传输数据甲能源的海底电缆，威胁到英国的国防甲经济。And I'm making this statement to call out this Russian activity. And to President Putin, I say, we see you. We see your activity over our cables and our pipelines. And you should know that any attempt to damage them will not be tolerated and will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BBC 指出，海底电缆甲管道对英国的数据资料和能源是真要紧。全英国大约有60条的海底电缆甲陆地相接，记载英国90%以上的日常网络流量。另外，英国大约77%的进口天然气经过北海的管道对挪威入来。面对英国强硬指控，罗西亚是有关否认。不过，希利强调，英国透过军舰甲 P8的反舰巡逻机进行24点钟的严格监控。俄罗斯也无法度暗砍伊的计划，这场已经超过1个月海上追踪，落尾成功把目标赶回去北方的基地。虽然目前确定海底基础设施无松动，不过因为地缘政治愈来愈紧张，海底电缆的安全防卫已经成做北约各国真重要议题。公司新闻第一任编译。日本三地县的樱花节，当年是让吸引真侪游客。不过，这人一个变节吼，本数乌白蛋，交通大拍夹，所以也造成当地真大困扰。所以，当地政府就决定讲，今年的樱花节要先停办。为山脚看起嚟，富士山山头的白色映着粉红色的花，景致真水，让游客一直停落来翕相。这游客混乱的人潮，佮加上车辆，互山脚的交通拍夹。Also going up, you have a beautiful view the entire time. Yeah, a pathway where you have all of this cherry blossom that is incredible. Yeah. 日本三地县新松山千间公园樱花节以富士山、五重塔甲樱花小夹的美景，透过社群平台闻名全球。一到樱花季节，逐工去遐行搭的外籍游客人数超过1万人，造成小镇交通特别袂堪一，人靠，威胁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不少外籍游客本色乌白片，佫会甲居民借便所，佫较过分的，佫有直接伫人家厝外口乌白放屎尿，种乱象，互居民真困扰。受到观光公害影响，新松山千间公园历史的富士极电市市府今年2月宣布停办樱花节，不过外来游客游玩一直迁入来，互居民感觉真苦。これから朝早くじゃなきゃ買い物に行けない。だから1週間ぶりぐらい俺いっぺん買ってきて置いとかないと。只是这种过度旅游的现象，嘛，互居民的意见出现分歧。部分居民希望维持原本的平静生活，另外一部分人是趁机会利用家己的门口埕经营收费停车场，搭临时的搭来卖商品或者是食品。观光人潮互过去稀微的商业街重新兴起来。虽望大部分的居民期望伫观光生活间掠到平衡，不过外籍游客素质真好控制。这种旅游污染的问题，唔但是富士极电市，就连京都市、镰仓市拢有相像的问题。虽望日本政府应允会解决过度旅游的问题，不过目前效果无好。佮期望伫2030年将入境游客人数为目标的4000万人次提悬到6000万人次。公司新闻单是同编译。韩国真出名的男子团体 BTS 展开全球巡回演唱会，头一站就办伫咧韩国的高雄体育馆。虽然讲迄天有落雨，不过超过4万的观众有关是非常热情，大声合唱。
南韩人气天团 BTS 继4年登来到舞台顶悬，因就会归到早新的专辑《阿里人来》，而且启动共名全球的巡回演出，会造访全球34座城市，举行85场的演唱会，是 K-pop 史上上大规模的。BTS 伫初九来到第一站南韩的高雄，也是队长 RM 出事的所在。虽然迄天是落大雨，民众同款是真热情，真侪民众都连穿雨衫，嘛换代表 BTS 的旗色，佮有真侪人是对海外真远的所在飞过来。都是为着要看偶像。I am so excited to be here. I feel like we've waited so long to see them all together in 7 on stage as a production.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words that can describe how I feel right now,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m waiting for this time for a long time. Yeah, and I think BTS' first concert is a huge activity, so we are all really excited about it. 这场演唱会是声超过4万人到场，有民众虽然是无买到入场的门票，同款是伫个会场的外口，和内面传出来音乐做伙感动合唱。因为伫韩国查甫人是必须做兵，真侪查甫艺人是伫做完兵了后，才阁倒来演艺界，定定拢无法度阁保持真正的人气。不过 BTS 敢若是完全无这个问题，因伫3月1日首年公话门的回归演唱会顶悬，同款是成10万的民众到场。新专辑《阿里郎》除了伫 Spotify 顶真侪排行榜拢是前几名，嘛连续2礼拜是出现伫美国的告示牌200大专辑榜顶悬。有专家分析 ，BTS 这摆巡演的收入表现，甚至有机会超过泰勒斯伫2023到2024办的时代巡回演唱会。公司新闻优派准备译。英国的建筑物顶悬，定定会当看到一种全世界速度上紧的猛禽之一——游隼，又搁互人号做鸭虎。伫咧出名的地标巴迪斯发电站，就有一只16岁的母鸭虎，最近交到一只2岁的公鸭虎，因2只做伙守护兽对抗外来攻击。发出叫声，摇伫庄稼建筑顶边的鸭虎，是故意下日就飞出去啊！这是英国伦敦有名的地标巴迪斯发电站，因为建筑真悬真假特色，敢若亲像全界同款。又正做英国上受保护的猛禽之一，鸭虎重要栖息地。今年3月，一只住伫这10多年的16岁母的鸭虎，有新的男朋友，男朋友减24岁。Last month, in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suddenly this new male bird arrived. And we know that he's come from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e was born in 2024, so he's only 2 years old, and he was a long-staying juvenile at Parliament. 巴迪斯发电站社区甲英属发电主管班汉姆讲，这只16岁母的鸭虎，对2岁就开始伫遮做收生囝咯。是发电站内底上济岁的居民，伊甲进前的伴侣，伫其中一座白色的烟筒内底做收了后，就住伫遮到即阵。对一般平均寿命大约10年到15年的鸭虎来讲，算真长寿啊！自从伊进前的伴侣消失了后，大家就烦恼讲伊有其他的鸭虎来攻击，甲收抢走。因过新来的伴侣，逐摆拢保护这只母的鸭虎，斗阵守护因为伫个伦敦黄金地段收。Our resident female was coming back with some prey, a feral pigeon, I think it was, and then got attacked by a new female falcon. Who wanted her prey, which she dropped on top of Ramesses and the Pharaoh's gold, got back to her nest. New Parliament male came out, chased the challenger female away. 班汉姆讲，鸭虎是地球上速度上紧的鸟禽之一。伊若是要拍拉时，冲的速度会达到时速240公里，相当386公里。英国袂少有名的景点，亲像伦敦泰迪当代美术馆、巴迪斯发电站、甲国会大楼，拢有鸭虎伫遐做秀。巴迪斯发电站上早一对鸭虎是2000年伫发电站遐做秀的，比头一批人类的居民住伫遮也早17年。公视新闻，陈思东编译。澳洲的台城海青因为生态地受到破坏，即嘛是险要断种。当地科学家甲职工就透过长期追踪、保程度外来种的方式，要来协助保育。澳洲塔斯马尼亚河巴迪附近的石花，一阵职工当咧寻宝护青。We're here today for the star of the show, which is the live-bearing sea star. 唔通看这海青无，生敢若一片柑仔皮无大斑。人在塔斯马尼亚特有种甲大多数卵生的海青无共，是会直接甲后代生落来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甲列做极度濒危，距离野外灭绝，简单差一步。
They're cannibals. They give birth to live young. This is one of only 6 species in the world that does this. 为着守护这个珍贵的生物，研究团队长期追踪数量，搁靠在地志工加入保育行动，唔但爱找海青，甲移除会破坏栖地、排斥海青生存的蚵仔甲金马。We're sitting amongst the rocks on a lovely sunny day in the shade, turning rocks over and grabbing the crabs and putting them in a bucket. 研究人员强调，虽然爱甲外来种赶走，不过会尽量避免干扰生态。为初步结果来看，这招是真有效。We have definitely seen an increase in numbers before and after removals. 目前塔斯马尼亚胎生海青的生殖个体，全球仅达剩41600只，分布伫9个据点。志工透过镜头仔的保卫战，为家己家乡保护重要生机，嘛替地球留存珍稀的海洋生命。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感谢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